大家好，歡迎收睇 A&E Channel。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夫妻的博弈》呢一套 TVB 新劇咧，其實喺2025年嘅年頭咧已經殺科㗎啦。由鍾樹佳監製，喺2026年7月10號晏晝嘅12點就會喺內地平台優酷首播。領銜主演由高海寧、馬國明、張永康、郭柏妍、黃智賢、陳曉華、何廣沛、鄧智堅、尤嘉欣等等。夫妻的博弈喺劇入邊唔單止有令人拍案叫絕嘅復仇情節，亦都深度探討職場、權謀、商業策略同埋女性喺困境之中點樣一步步成長。咁郭柏妍喺呢一套劇咧就會一反常態，挑戰高難度，同高鈴同埋馬國明演對手戲，好破格咁演出小三嘅角色，一改以往清純嘅形象。近年喺 TVB 非常多產嘅監製鍾樹佳，上一次嘅正義女神就已經俾網民狠批抄襲韓劇《少年法庭》，而今次即將播出嘅《夫妻的博弈》呢，又同樣被指控情節抄足2024年由朴敏英、羅仁友主演嘅韓劇《和我老公結婚吧》。網民指控《夫妻的博弈》無論喺劇情、人設，甚至主角嘅造型，都抄足韓劇《和我老公結婚吧》。例如重新譯集嘅橋段雷同，兩劇嘅女主角都患上癌症，發現丈夫同閨蜜出軌，死後穿越，隨即展開復仇大計。至於角色同埋造型都極度相似，劇中由高鈴飾演嘅女主角，佢前期患病嘅造型、所戴嘅冷帽款式同埋顏色，都同韓劇朴敏英飾演嘅角色非常相似。即刻同大家講下《夫妻的博弈》嘅故事內容。女主角係由高鈴飾演嘅姜杏如，身患癌症，佢撞見丈夫由張永康飾演嘅施繼威同埋閨蜜由郭柏妍飾演嘅雪文出軌，喺爭執期間被兩人推倒馬路上，遭車輛撞擊身亡。點知意外重生，就返到5年之前。前世嘅姜杏如係一個拼命打工嘅低層職員，喺職場充滿住男性主導嘅環境裏面，處處被輕視。但重生之後，佢靠住預知未來嘅能力同埋自身本事，帶領一眾女同事喺職場站穩陣腳，而且步步高升。姜杏如要將自己被毀嘅人生還返俾佢嘅閨蜜同埋生前嘅老公。而馬國明就飾演佢公司嘅繼承人葉家謙，仲會暗戀佢。原來當年害死杏如嘅車禍係另有隱情嘅，肇事嘅司機真正想撞死嘅人就係葉家謙啦。呢一部劇集刻畫咗女性身處逆境時嘅自我覺醒，點樣對抗命運嘅堅毅。同時刻畫咗複雜多變嘅人性，令人思考到道德嘅選擇同埋人生宿命。好啦，今日我嘅分享就去到呢一度。雖然 TVB 嘅翡翠台就未有得睇住，但相信好快都會播。大家又期唔期待呢一套新劇呢？記得留言話俾我知，鍾意呢一條片嘅俾個 like 我，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我哋下次再見。